今次咧單獨煎啊，好綠色先就，係啊，中紅都已經死咗了，咁啊就到呢個未用過嘅擦紙膠，睇下呢個綠色擦紙膠可唔可以殺晒咁多嘅呢啲擦紙膠啦？其實豬仔擦膠都可以。好，咁應該就對豬仔擦膠係下一位參考者啊！好，綠色開始先。哇！呢個擦膠咁快就已經輸咗了睇。今次就豬仔擦膠，因為佢平，所以咧平幾多？起碼有3嚿先係同佢一樣。好，開始。哇！豬仔擦膠都輸咗了，咁就海獅同埋狗就面對啦。好，今次就狗先，因為我覺得狗勁啲。狗先要開始發色。狗已經學會頭先嗰啲姿勢，所以佢會細力啲，但唔好超越佢。細力啲啱啦，就係咁樣啱啦，就係咁樣。最後一擊殺，哦！佢呢個好結實，佢啊返回中心點。哇！再彈一下得唔得？但係頭先因為佢輸咗，所以佢都係唔彈嘅。哇！喺上面，睇下綠色會點先。哇！我狗都輸咗了，剩翻呢個可以應戰，就唔知佢會唔會贏呢？No！ 海豹都輸咗了，都係其實單鬥佢係最勁，其實我都覺得佢係最勁。豬骨擦膠，拜拜，下次再見。